上升處女座係一個精明能幹、思考型嘅勁人，通常俾人感覺好整潔、有條理，做嘢一絲不苟，處事仔細，經常追求完美，同時對自己都會有比較高嘅要求。作為水星嘅守護代表，佢哋嘅外形多數斯斯文文，面型多數屬於瓜子臉或者鵝蛋臉，氣質上帶有乾淨同埋謹慎嘅特色，而舉止都好穩重兼低調。佢哋好注重原則性，大部分睇落都係心水清嘅精明一族，分析力強，善於觀察同埋分析。喺工作上面，有時因為自己想表現到最好，俾外人覺得過分緊張同埋太過挑剔。實際上有上升處女座嘅人做自己下屬，絕對執到寶。上升處女座嘅人係一個好好嘅得力助手，絕對係值得信賴嘅工作夥伴。如果你嘅身邊有上升處女座嘅朋友，不妨同佢哋真誠交流，有可能你哋嘅友誼可以更上一層樓。